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5月7日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美股四大指数拢落，台股早盘有起，不过尾也是落落来，最后是收伫咧41603点。安尼咧，诊所传出偷袭的代志，创办人等3个人羁押禁见，台北市启动反监控的专案，要查敢有偷袭的设备。嘉义市一间托婴中心有托育人员，互人指控动作真粗鲁，调查了后发现，拢总有6个囡仔拢受害。头起先来关心股市，今仔日美股四大指数拢落，韩股、日股伫咧盘中嘛捌博超过1%，因那台股早盘是有起，冲到42000多点，不过受到台积电等宽达股的影响，尾也是有小可落落来，最后是收伫咧41603点。美国甲伊朗的和平谈判搁再出现变数，毋若影响拜市。美国四大指数收盘跌落来，还佫七八开盘是加震动。韩国甲日股早盘跌超过1%，同款开盘加台股早盘一时变做红色，冲起哩42038点。不过因为台积电、台达电等关键宽达股盘面跌落来，也互台股盘中一时跌到41132点，跌超过800点。短线上来讲，确实是有涨多的一些压力存在。我们可以看到台股的年线乖离看起来是接近50%哦，这个其实是历史过去从所未见哦。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想逢高还是要适度做一个弱带的一个动作，会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方式。七八无搁继续起的关键股票，亲像开盘价台积电早盘上价2265块，跌45块。台达电是一时跌到2170块，跌110块。最近真侪间起甲真棒的联发科，虽然已经红列做处置股，早盘股价又原创新高，一时是3670块。另外，台股的成交量是一直抢悬，传出有真侪散户以更怪借钱入场长冲。金管会初7头日间证实，台股散户的比例甲长冲交易拢超过50%，显示台湾长冲的重要资料来自散户。因若最近有更相关过建议，用通的总金额原底是无超过前值的4倍，希望会当扭悬到6倍。金管会主委潘金良回应，会当搁斟酌检讨。专家认为讲，若准提高用通的总金额，会成做台股继续平的助力，不过也要注意风险的管控。不要去做一个过度杠杆的动作啦，毕竟过度杠杆的话，那虽然在多头行情能够去加大你的一个获利倍数，但是一旦行情反转的话，出现损失的一个几率跟幅度也会相对比较大。专家分析对中长期看台股基本面犹原袂歹，不过底线目前因为起较济，加上科技面乱糟糟，更管的程度悬，若是市场出现负面的信息，有可能就会震动。建议投资人得来细致好好评估风险。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会今仔日要表决各项特别条例草案，南北党团的共识是总金额7800亿的版本，因内绿营也是坚持行政院版本的8年1.25条，强调讲守护台湾的安全是袂当拍折的。行政院长杜英泰伫咧表决进前嘛，搁一摆呼吁国会要来好好来思考安怎选，才会当互各项产业自主发展。请教国民党党中央2个问题。是要让党团自主，还是要走回以党领政的老路？是要让国防产业自主，还是要继续阻碍让本土军工产业的升级？卡车股的军购特别条例，初步伫立法院表决进前，行政院长杜英泰搁再向国民党发挥，讲若支持各项自主的力量有限，发展受限制。台湾伫世界民主供应链的角色就互人质疑。国民党甲民众党是有共识，做伙撒3000亿加4800亿，总共7800亿的版本。南洋总调不管其讲，这是韩国罗定立文、罗秀贤甲民众党吴国昌4个人的共识。110亿美金的对美军购里面。20亿美金已经编在年度的国防预算，90亿美金是要编入特别预算，所以我们第一期的上限是3000亿的台币，而第2期的4项美国同意的对台军售，包括爱国者飞弹等等、地狱火等等，好，还有相关对无人机的防空系统。总金额是4800亿，也感谢美国这个对于这个跟台湾合作强化我们国防的部分
我们也具体给了一些回应。有关台美合作，民进党提附带会期，要求相关部会伫明年度总预算内面编列采购台美共同研发甲合作的装备系统这款预算。你知影啥7800亿？另外讲国防安全袂硬拍折，党团总调蔡其昌讲，会继续争取金额增加到行政院版本的1.25兆。1.25兆是保护台湾、避免战争的100分版本。那作为一个捍卫中华民国、希望台湾安全的民进党团而言，其实我们目标就是追求1.25兆能够通过。民进党讲，台美共同研究对国防建军备战有整体规划，每年1.05兆行政院版本，有同时重视到国防安全甲地区产业。那也讲支持强化台湾防卫能力，不过钱要开就会算较精力，要替全民把关预算严查弊端。记者综合报道。咱伫南美洲的友邦巴拉圭的总统贝尼亚带团来拜访，咱的总统热情着今仔日嘛用军礼来甲欢迎，强调讲台湾甲巴拉圭是上坚定的友伴。贝尼亚嘛讲真重视甲台湾的交情，希望双方会当继续来加强合作。以21项礼炮高规格军礼迎接总统热情地欢迎南美洲友邦巴拉圭总统贝尼亚第4届访台，嘛是贝尼亚就任总统了后头一摆带团来台国事访问。两国国旗伫加达加兰大道顶飘扬，显示台巴69党的邦旗。罗总统表示，台湾甲巴拉圭拢坚守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是对方上坚定的友伴。嘛特别感谢贝尼亚总统长期伫国际场合上替台湾发声。我们也期待未来两国继续在国际上相互扶持，一起发光发热，促进彼此以及全球的繁荣发展。相信透过贝尼亚总统这次来访，台湾与巴拉圭的情谊将更深厚，合作更紧密。Que este encuentro sea un símbolo de esperanza, amistad duradera y cooperación fructífera en beneficio de nuestras generaciones presentes y aquellas que vendrán después. 贝尼亚指出，巴拉圭真重视甲台湾的友谊，希望这届来访会当替双方对话合作拍开全新的机会，佮推动台巴战略性友伴关系继续造福两国人民。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金华城案，今仔日检方侦查结束，认定威京集团的主席沈庆京以过手土地交易时有牵涉违法，所以依照违反证交法定罪起诉13个人，嘛对沈庆京拢总求刑26年，申请没收伊的犯罪所得超过31.9亿。检方利用讲，沈庆京利用无共款管理的公司来标金华城案的土地，佮找估价师来配合，用比底价342亿佮较悬的价销372亿来标着，这其中的30亿就甲摕来放入去伊家己的落地仔内底，甚至是用来洗钱。检方除了求判沈庆京同刑以外，相关的人士嘛依照违反证交法定罪，求判5年至7年的刑期。我来看爱妮雷集团传出偷窃的代志，创办人上庐山等3个人是裁定羁押禁见。台北市府嘛启动反监控的专案，针对医美诊所、三文卵业者，佮有体育场所等等的所在进行稽查，要看敢有偷窃的设备。卫生局人员伫诊所来回详细检查，台北市启动为期2礼拜的反监控稽查专案。卫生局对医美诊所、商业处对三文卵业者、体育局对体育场馆，伫警局派人以专业设备的帮助下，进行反监控侦查现地稽查。我们绝对不容许任何违法针孔偷拍、侵害市民隐私权的任何行为，只要当场查到，我们一定即刻进入相关的行政裁罚流程，同时警察会立即的查扣、搜证，移送法办。警察局跟卫生局这边会一起协同，针对辖内的医美诊所、美容瘦身中心等等进行扩大反针孔的专案稽查。那稽查结果呢，也会在最快的时间内公布。爱妮雷集团通报继续在烧，虽然集团已经发声明，甲所有消费者、会员和社会大众会失礼，上时嘛公布全面退费，先预约登记，会由专门的窗仔口提供协助甲说明。公司声明强调，退费是限制伫也未进行
行的课程。有受害消费者指出，其中包括无合理的条款，你若要爱退钱，就要放弃民事甲刑事的请求权。如果您在没有当下拿到现金退款的状况，然后同时接受这种抛弃民刑事请求权的要求，等于说你可能又没办法拿到退款，然后又会被就是阻碍你后续的主张。但我觉得是在没有明确告知，然后装针孔，这个我没有办法接受，信任已经瓦解了。行政院消保官表示，目前已经接到295件线顶申诉，申诉内容主要是解约退费，佮提出损害赔偿。若检方侦办的上新进度，具体按拟的创办人张如山、社长的特助，佮姓谢的厂商3个人到案，以妨害秘密等罪嫌侦办。法院伫初7半暝裁定羁押禁见。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国内医美诊所标出监视器叫做烟雾警报器，甲人偷翕的事件，有民众伫咧新北南口的 KTV 嘛发现同款的状况，到底是要安怎来分辨是烟雾器还是监视器？专家表示讲，正办的拢有大票种，要若真正要掠针空，也是着靠专业的器材。KTV 包厢的音响吊伫天棚。毋过，斟酌看门口顶面，搁倒一台侦测烟雾器。有民众发现，伫新北南口大型连锁 KTV 的包厢内底，这台侦测烟雾器，甲最近医美诊所疑似偷翕所用的叫做监视器的侦测烟雾器是同款的。那这个主要是用于在公共安全以及大众消费的疑虑方面来提供，作为最后确保。我们画面只有提供于警方或者是公家机关需要提证的时候，业者直接承认是监视器，不过也强调有合法的提醒，目前是透过包厢无声的走马灯，因为后续也会停报总部，搁再规划安怎更加清楚标示。不过即马消费场所有这种假做监视器的侦测烟雾器，互民众是真烦恼。到底要安怎保护家己？专家提醒讲，爱先正确分别。消防署和那个机构的认可的一个雷射的小标签的贴纸，这个在每个探测器上面都会有。消防专家提醒，除了有当看认证的大纸，侦测烟雾器原则上会倒伫房间正中央，不过也可能因为出风口等等室内空间的限制，倒伫壁角的附近。另外，因为火灾风险较低，侦测烟雾器原则上袂倒伫便所。到底是要安怎找出这种摄影机？其实也有一寡撇步。想发现针孔摄影机，经过实测，可以在暗处利用手电筒发现有异常反光。不过先决条件是距离要近，而且位置要精准。业者建议还是要使用专业的反偷拍器材。靠肉眼或是其他的仪器，其实没有办法。你可以委托像我们这种专业厂商去帮你做一次环境检测完以后，然后自己再准备好反偷拍的器材。我们走了以后，你每一次会议要开始之前，你可以自己再做一次。专家讲，过去是加工用 WiFi 还是拿牙来扫描，不过就算空间内底有微低的设备，也真歹分辨器材的种类。另外，过去监视器的镜头较大粒，会当看倒位有一点一点的光，这种方法来分辨。不过，即马设备是愈来愈进步，相关的业者认为讲，要是用专业的设备来找是上安心也上准确。记者综合报道。台铁伫屏东的南州站早起80点的时，传出这电车线去互火车救断去的意外，造成潮州到枋寮之间拢无电，双边的路线嘛暂时袂通。也因为拄好是拜五，所以这车头4架拢是准备要坐火车的旅客，台铁就赶紧调游览车来到载人。台铁表示讲，这电线大概是断去1架公尺，已经拜机具来抢修，按算暗时7点进前会当修理好势。坐公路接驳车到枋寮以后，再搭我们的台铁火车。屏东潮州火车头内底4架拢是人，台铁警员到我甲民众讲要安怎搬车，因为早起我10点钟救，南州火车头传出电车线去互火车救断去，造成潮州到枋寮之间拢无电，上北路南的火车双边拢未通。我拢开歹呀，即个嘛开歹，即个你也要看，嘛开歹。发生事故的路段是通往枋寮甲台东，一定要经过转运点。除了赶紧调派机具来抢修以外，因为拄啊好是拜五，潮州车头规个拢是要去佚佗的民众，台铁也赶紧调来21台游览车，甲人载去枋寮火车头协助旅客搬车。不止个排队等搬车的人已经排几落日，有人排队排几点钟的，看到有人欠队，随去甲台铁的人理论。可以上去，后面排队在这里。他们要下来了，冲上来啊！
排多久？排了1个小时啊。对啊，不爽嘛？为什么？大家乖乖的排队，为什么人家一下车就在那边冲？等太久了。等太久要搭计程车。哦，所以你们不搭接驳车？啊，你们要去哪里？台东。有民众等袂赴归去家己叫计程车，代替表示到中昼点半左右接送的人数已经有1296人，因为省长的电车线大约有100公尺，预估抢修的时间上无爱6点钟，到抢修完成之前，拢会派游览车来接旅客班车。现场单位有在抢修，那我们目前希望能在看我们就是预估能在这个3、4个小时内把它完成。这样。代替表示，受影响的旅客伫咧1年内拢会当提车票去退钱，目前已经加派人力去抢修，希望会当量早恢复通车。记者柯明在柯卡组区朝阳屏东场报道。即摆鸟鼠甲汉他病毒的议题搞袂停，长期咧救援宠物鸟鼠的民间团体就讲，最近接到真侪有人乌白放杀的通报。民团表示讲，其实只要莫互厝内宠物鸟鼠去接触到病源，其实就较袂有危害人的几率。另外，这野生鸟鼠一天上侪是会当生15只到18只，所以无论是用吐的，也是用鸟鼠灯，都赶袂赴伊生团的速度。建议政府也是用物理防治的方式较有效果。亲像猪仔鼠、黄金鼠和三线鼠等等，外形古锥是真侪人爱饲的宠物鸟鼠。不过最近野生鸟鼠甲汉他病毒的议题讨论甲真热，有长期在救援宠物鸟鼠的民间团体讲，最近接到通报讲有人放杀乱片，还是饲的主人无爱搁饲，一天就有3、4通电话卡来。民团呼吁民众，只要莫互厝内的宠物鸟鼠去接触到病源，都别有危害人的几率。宠物鼠的话，就是如果没有接触到外界的鼠的话，就是野鼠的话，其实就比较没有这个机会。台湾动物保护行政监督联盟提醒，虽然多数的宠物鸟鼠较免烦恼带病源，也毋过甲野生鸟鼠较接近的种类，像讲饲大鼠的主人就要特别注意。联盟嘛讲，野生鸟鼠侪就是反映环境治理出问题。鸟鼠一天上侪通生15至18只，不管是用偷的，还是用鸟鼠灯，拢赶袂赴医生的速度。因认为应当用物理防治、理性科学来处理较有效果。整个公共设施跟我们私人的住宅的通道都要先封堵。说社区的厨余跟我们夜市的厨余都没有处理好的话，垃圾落地，而且你都没有加容器，没有密封它的话，这对鼠来讲就是个天堂。所以我们先不要给它这样的条件的时候，它的数量会以我们超出我们想象的速度下降。针对徛嘅环境，民团建议超过4公分宽对外空棚，像冷气孔、水管，还是排油烟机、排气孔等等，都要想办法处理，甲空棚变水，避免野生鸟鼠走入来。因呼吁政府莫用残酷虐待，还是化学毒杀的方式来做城市治理的手段。因认为防治是为着守护环境卫生，无应当变做对动物的私刑。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最近看到鸟鼠，大家就心惊惊。高雄三民区有民众讲，伫咧素食餐厅有出现鸟鼠。另外，伫咧顶江街有一间人家厝，是长期伫咧顶仔骹囤回收的粪扫，造成环境垃圾，鸟鼠是热骚。市府已经派人去稽查，嘛针对高风险地区来加强摒扫消毒。联邦老了是放伫内底啦，这外口是冷鸟。真正的民众带记者看长鸟鼠的人啊，厝内厝外拢有坑，若搁甲联邦算入去，真正足侪大。高雄三民区顶江街这位民众指控，因为厝边长期捡回收灯来囤伫咧顶仔骹，环境垃圾鸟鼠也一大堆。民众讲对方讲袂顺车，环保局来查嘛无咧信道，检查过搁开始捡，鸟鼠一直来，伊实在真无奈。我检举啊，做神的来对我，因为就讲无啥效，我真正受不了，鸟鼠安尼。规间内底拢甲放鸟鼠塞规条堆。同款互鸟鼠惊到的，阁有一位来高雄省的民众，接饭山行出来路里，所看到隔壁素食小食店的灶台骹有鸟鼠啊。这期环境卫生做不好，早起卫生局接到通报前往稽查，因为附近做食的店头多，有店家认为难免会有鸟鼠啊，也建议有关单位加强防治的力头。要发起说可以捕鼠的活动，或者是捕鼠的方式，因为等到像台北那么多之后，再来防范的话，我想可能就会比较慢一点。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这个重视必须要积极的推广啦。餐厅防治法的这个公告的事项针对高风险场域，包含这市场、摊市场加特殊的一寡大型的营业加有假设的这场所会去拜托因要求讲爱去积极
从事灭鼠工作。卫生局讲，初7召开的跨局处会议，除了请专家学者来指导，针对高风险地区加强宣导、甲环境摒扫消毒以外，因为外国的鸟鼠啊会造成更加严重的细胞镜头，因此要特别针对港口的部分来加强防治，对源头直接消灭汉他病毒。记者柯家族邱超阳、郭永昌报道。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5月18日伫瑞士起举，台湾到今时拢也未收到邀请。咱的医师专联会顶21个医师团体就召开记者会，呼吁国际社会就爱来重视台湾的角色甲价值，争取参与会议的权利。守护全球健康，台湾不能缺席。全台湾21大医术团体7月透早召开国际记者会，呼吁世界卫生组织 WHO 严肃看待台湾对全球健康的贡献。因为台湾除了伫武汉肺炎期间有出众的防疫成就，去年2025年也提前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消毒4关的目标，就变是不分国界，台湾伫参与 WHO。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每个国家都很重要。那台湾在医疗、公卫、智慧医疗方面都有很杰出的贡献，所以，这个 WHO 这个世界性的会议不能缺少台湾。医术团体表示，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 WHO 会伫5月18到5月23，伫瑞士日内瓦召开。台湾已经连续9年无受到邀请，今年可能是第10年，犹原袂当去。面对全球公共卫生挑战，逐年拢会抢权，全球防疫体系无应该因为高一个国家的政治干涉来造成空芳。台湾无应该互 WHO 排除。因为卫福部也按上伫 WHO 开会期间，举办头一届嘅台湾智慧医疗甲健康产业场边的论坛，展现数位医疗甲公卫实力。今年我们会在那边办理台湾健康医疗产业展，所以到时候我们国内会有30多家厂商，包括10家医学中心都到现场去办理展览。那主题就是以智慧医疗为主。因为今年 WHA 的头一届面对美国提出中国主导的政策，卫福部指出，部长赵忠良会按照原定计划带队出席相关的论坛，也强调 WHA 是重要的公卫甲医疗的国际平台，台湾爱积极参与。若开会进前无收到邀请批，会向世界卫生大会交抗议批，强调主权地位，也争取参与权。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咖啡锦标赛 WCC 4月底向宣布讲，未来台湾的参赛者名称拢会改做是 Chinese Taipei。虽然暂时无法度用台湾的名来比赛，不过昨伫咧泰国的 WCC 世界杯测比赛，咱台湾的选手罗碧凯也是有穿一领顶冠印台湾的衫，代表咱台湾争取公赢。Competition Body 和世界咖啡锦标赛 WCC 甲伊的主办单位美国精品咖啡协会 SCA 对台湾改做 Chinese Taipei 了后，台湾杯测冠军罗碧凯初次参加泰国曼谷2026年 WCC 世界杯测比赛，伊的心情小可受影响。很多的前辈，然后都在台湾，然后取得了一个很好的成绩，可是名字却被这样子被拿走，我觉得有点难过，对，但是我也以此来勉励自己，希望可以继续争取大家的权利，或者是继续让自己或是来自台湾这件事情被大家看到这样子。感觉艰苦，不过要是想要让更较侪人知影家己来自台湾，罗碧凯早咖啡界朋友设计的衫，上面有印台湾。虽然真细致，有关社会和主办单位，不过收到的回答是爱考虑一下。保险起见，不要影响比赛心态，我还是申请一下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当然有一点难过，但是他们还是让我穿上去了。顺利穿印台湾的衫上台比赛，罗碧凯伫初赛甲来自中国在内的42位选手比地步着几条比速度，落尾罗碧凯排第20，无度进入复赛16强。因为安尼伫社群会失礼，不过网友讲会当代表国家比赛已经真无简单，唔免会失礼，请穿迄领衫公赢倒转来。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甲伊朗各传出伫咧荷堡珠海峡互相攻击。不过，美国总统川普是强调讲，这停火协议也是有效的。另外，美国伫咧联合国嘛呼吁各国来支持荷堡珠海峡安全国际，希望要求伊朗停止所有的行动。不过，是有风声讲，这罗西亚甲中国将有可能会投反对票。
美国甲伊朗初7传出伫荷堡珠海峡开火，双方对攻击的结果讲法无同。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讲，美军军舰受损撤离。美军中央司令部是透过声明指出，美军3只海军驱逐舰通过荷堡珠海峡前往阿曼湾的时，互伊朗用几粒的飞弹、无人机甲小艇攻击。不过美军无损失，详时锁定伊朗军事设施进行攻击。受到美伊这波冲突影响，美国道琼工业指数初7跌超过313点。国际原油价小嘛起超过2%。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这届交火对伊朗的打击真大，不过停火协议有关有效。Yeah, it is. They trifled with us today. We blew them away. They trifled. I call that a trifle. I'll let you know when there's no cease. 伫美国甲伊朗寻求停火共识的即阵，美国嘛有真侪动作。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初7呼吁各国支持美国和波湾国家巴林起草的荷堡珠海峡安全决议。这项决议得到包括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科威特甲卡达等国的响应，要求伊朗停止伫荷堡珠海峡的攻击甲暴力行动，同时袂当对过境船只收通行费，佮建立运送化肥的人道走廊，以缓解全球对粮食欠缺的烦恼。不过，伊朗驻联合国大使抗议决议对伊朗的指控是无凭无据的，全安尼拒绝接受。The draft resolution also ignores the root cause of current situation, the unlawful military aggression and the use of force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raeli regime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he present crisis is the direct result of the unlawful war imposed by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28 February. 这项决议草案按算伫未来几天来进行表决。有消息指出，罗西亚甲中国将有可能会用否决权方式提案。今年4月初，中国甲罗西亚才伫安理会否决一项由美国支持的防御性提案。迄个法案方认为是美国要甲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合法化的铺路。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中国前2任国防部长魏凤和甲李尚福，因为牵涉贪污，前后去互人入关，初7是一审判死刑，假罪2年。外界分析讲，这回会判甲遮重，将有可能就是习近平为着要抬价架构。中共军方高层连锁大地动，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初7证实，8月后作为国防部长的魏凤和甲李尚福，因为涉及严重贪腐，已经获军事法院一审判死刑，缓刑2年执行。这2位前防长先后被开除党籍甲官职的双开处分，怎么又搁被判死缓，刑度比以前贪腐的中央军委高层更加重。根据中国的法律，若2个人伫咧死缓的期间无条件犯罪，一般拢会减刑成做无期徒刑，不过袂使减刑加刑，所以2个伫后半世人拢会踮伫咧监狱内面。李尚福2023年3月才接国防部长，上任无到半年就无搁出现伫咧公共平台，针对中共史上任期上帝防长，官方指控伊利用职务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取巨额汇款。伊以前长期负责解放军装备采购，伊这边研究内表示，中国军工系统内面可能有正大贪污共生结果。伊拄上任时阵请兄出访，怎么看起来真口水？我就任国防部长以后首次出访，专门来俄罗斯。共李尚福共是被判动刑的，一个伫咧伊之前做国防部长的魏凤和。魏凤和捌做过解放军火箭军首任司令员，被认为是习近平的直系人马。2个人拢被揪来，看会使习近平对军队内部的忠诚度，也个腐败的问题真不满。分析人士讲，装备发展部甲火箭军是中共最近这几年大力伫咧投资的2大核心。怎么2个拢发生弊案？习近平用当判2个国防部长，除了会当抬贵架构，也互外界认为是为了进一步被整肃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这帮国家高层的将领做准备。这场军队所谈的风暴，短期内恐惊是袂停来。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在地消息来关心中华鹿港一间鸡肉煎店，透早5点多是熊熊爆炸，那像是因为家属漏摄引起的。火势真紧就拍花，不过头家因翁仔某拢有小烫伤，家在送病院治疗了后，拢无性命危险。煎鸡店咧款了，准备开店，熊熊蹦一声，阁看到火，坐伫门口的查甫人互震甲跋倒，伫店内咧无闲的护理人赶紧走出来喊救人，附近店家甲民众赶紧协助拍火。中华关鹿港镇6号路3大8号透早5点半发生起爆意外，怀疑是家属漏射引起的。他就进去点火的时候，瞬间就造成气爆，然后那个老板在外面，他就可能气爆
就是被那个气爆，整个人就被弹飞。都向阳讲者火足大啊，已经是阿妈烧去啊。店内捌2届起火，搁穿乌烟，业者带伤甲家属通拖去室外。消防人员到场进前已经家己甲火拍花，随后现场救封锁线停止营业。彰化县消防局表示，2个伤者是68岁甲64岁的头家翁仔某，分别有7拍甲13拍一度烧烫伤，送彰化基督教病院治疗，目前无性命危险。疑似那个主食不慎，然后造成那个2名民众烧烫伤。救护处置后送往彰基医院。会建议说，如果像是餐厅啊这种营业场所，它每2周至少要检查一次它的管线是不是有接妥补气的，建议通知瓦斯行，更换橡胶软管。详细起火原因也该等待调查。消防署表示，家属通甲供线连接的所在，得要用金属安全夹仔固定，防止漏气。建议营业场所每2礼拜得要检查供线，若拄到疑似漏气的时，要随家属关起来，千万唔通开电器设备或者是火源。窗仔门泡开，自然通风，互家属散气。记者综合报道。苗栗三义乡的李溪潭村昨有2只龙洞狗去互箭射着伤，一只是当场死亡，另外一只紧急送医。警方追查了后，抓到这个射箭的查甫人，伊则违反动物保护法定罪嫌，甲人上班。倒伫涂骹的狗仔要死冻害，身躯搁插一支更烫身躯的箭，膝盖已经无法度行路。民众看到赶紧将伊送医。苗栗三义李溪潭村7号有狗仔互人攻击的事件，而且搁是互箭射着伤，引起大家惊吓。半夜的时候，我妈妈有时候听到狗在叫，以为是狗打架，所以他们就觉得就是很稀疏平常，所以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真的太可怕了吧！而且旁边是小学啊，村里全部都是老人家。受伤的狗仔互人送去台中的动物病院救治，手术了后总算把这支箭摕出来。不过狗仔目前还阁真虚，需要观察。兽医师表示，好佳在这支箭无伤到伊的胸坎，暂时保掉一条命。没有从胸腔进去，直接沿着皮下的组织射进去它的左前臂的肌肉丛跟这个肌肉束里面。对，那我们在上面发现2个，一个进口跟一个出口的部分。警方接到报案，成立专案小组扩大调看监视器，追查到一名55岁姓黄的查甫涉嫌重大，互人攻击的龙洞狗有2只，其中1只当场死亡。警方嘛伫姓黄的查甫厝内敲出犯案用的是日弓甲弓箭，佮有伊摕来练习用的箭靶，并在其住所查扣贩卖用十字弓1把及弓箭等真物。警询后，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动物保护法及毁损罪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警方表示，这个查甫人是一名工地工人，非法持有是弓的原因以及来源，还佫调查。苗栗县动防处表示，根据动保法的规定，故意伤害也是使动物遭受伤害，而且致使动物机体严重残缺，也是重要器官功能丧失者，将会面对2档以下有期徒刑，也是拘役，并可上当200万以下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彰化市成功里，为4月底开始就小连续有猫仔死亡。在地里长表示讲，这猫仔拢无明显的外伤，不过喙角甲尻川口拢有出血，哪像是去互人毒死的。动物保养所目前是当咧检验尸体，若证实是有人下毒手，安尼依法上当会判5年，罚500万。一只柑仔色的猫仔，就安尼摕伫家啡厅门口，过无偌久就无开啊。彰化市成功里，这个月初有民众发现一只死去的猫仔，因为无外伤，但是喙角甲尻川口拢有出血，哪像是互人偷死的。赶紧通报里长，才发现这附近最近已经有2只猫仔死亡。熟客还跟我讲说：“姐姐，你们椅子底下有猫咪躺在那里。”然后我冲出来的第一时间点，它已经不动了，就是在那张椅子的那个位置。为了4月28开始就发现讲几只猫仔吼连续通报讲有死亡的情形，啊尾啊上尾一只5月1号的时阵，我就感觉讲这件代志足奇怪，是毋是有人有咧偷猫仔，还是安怎？在地里长表示，为4月28开始，陆续有民众通报里内发现死猫仔，加起来上无有10只，而且拢参5月初1发现的这只猫仔同款，哪像是互人偷死的。目前5月初1死亡的猫仔已经通报动防所处理，等咧检验是毋是有毒药反应。本所将猫只尸体带回解剖，并送请农业部兽医研究所进行检验，以厘清是否有毒物反应。
目前报告尚未出炉。由于本案已涉及刑事责任，本所已将相关事证移送警察局彰化分局侦办。动方所表示，若使用药物致使这只动物死亡，而且情节严重，依照动保法，上悬会当罚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罚50至500万的罚金。这案目前已经移送警察局侦办。那附近民众是表示，向死者侪猫仔，大家拢心惊惊，毋望相关单位会当赶紧查明原因。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嘉义市一间私立的托婴中心，有家长指控讲，这托育人员动作是真粗鲁，毋但害婴仔手乌青，甚至佫捌造成婴仔喙角流血。社会处调查了后，发现讲拢总有6个婴仔受害，而且这个托育人员已经毋是头一届安尼做啊，所以佫有法度继续伫遐咧照顾婴仔。市议员认为讲，这处罚的制度就要来改善，才袂有空芳。然后小孩抱着我时候，这叫是流血。在他喂奶之前，他还有很用力的，就是摔到手上。七岁两个手囡仔顶面有血的痕迹，囡仔的手嘛有乌青的所在，真侪家长就出面控诉，讲家己的囡仔伫家己是一间私立的托育中心受到粗鲁的对待。然后往他的那个草那边这样，有点是甩放，他没有轻轻的，他就是这样甩的放那里，他把宝宝弄下来的时候，那刚刚也是被才进出来，让他等了。经过社会处调查了后，才知影有6个囡仔拢受到托育人员的不当对待，甚至佫有1个月之内有6天是一天就出现3届的粗鲁行为。托育中心甲嘉义市社会处拢联名对这名托育人员进行处罚，不过伊方认定是处罚，家长无法度接受。就拍摄的动作，没有按照我们中心所规定的那个规范，所以我们也觉得他不是人，所以我们当天就解除他了。初犯来讲的话，他的罚则是6到18万。那你认为说他对于这样子多名的这个婴幼儿有做这个不当的对待，因此呢才会决议来罚这个18万的罚款，并且呢3年内不能从事相关的工作，而且呢还会在网络上来公告姓名。以实际来看，他是累犯；以事件来看，他们认为他是初犯。今天他公安姓名，他可以再去做改名，没有人会真的有办法去查他的身份证、查他的个资，说这个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他们这样子的法则，我觉得我们是蛮不能接受的。接到家长တင်情的议员伫议会质询表示，代志发生的时阵，伫家长找到适合的托育中心进前，相关单位除了爱有暂时安置的办法，同款所在、同款负责人者换名就会当重新营业。目前处罚的制度有空芳通论，地方政府应该要向中央来反映修正，才会当避免同款的代志一再来发生。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南中西区最近有一个展览，其中有一项作品是艺术家徛伫咧查某学校的大门，手提一支 ice cream， 一直到伊扬起的过程。外界认为讲，这有牵涉到性暗示，而且这艺术家嘛无先经过学校的允准甲申请就去翕，引起争议。即摆文化局是已经要求撤展，嘛讲会甲这补助退转来。大门关咧，门口打出抱歉的告示，因为这是最近一期由胜利的艺术家创作的古典，其中一个作品，艺术家徛伫女校的大门口，手提冰淇淋，一直到因扬起，佮甲过程翕做作品展出，表示目睭食冰淇淋，而且古典主题又佮牵涉到性暗示，引起真侪查某学生甲家长的不满。那我还是觉得在学校门口是不要啦，毕竟学生出入。有些可能还有碰到这一块的，可能对他们来说太早。主要是聚焦在后面女学生，所以会让我们女生觉得说，她其实是在有种物化女性，看起来很有暗示性吧。还有拍到我们的学生。这场展览原本对4月2日展出到5月20日，不过爆出争议了后，台南市文化局已经要求展览单位赶紧将实体甲网络的展览拢落架，而且展出的内容嘛发布道歉的声明，表示即日起停止这种展览的展出。正好是一个法治教育的一个机会，因为其实所有的创作，当然我们都可以尊重创作者他们具有批判性或者是思辨的一个空间。可是所有的创作呢，也应该去尊重法律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底线。本分局于昨日主动与校方取得联系，并于本日上午受理校方报案后，立即启动调查。
荷兰协调的女学校嘛透过声明强调，使用时这个艺术家并无经过因的允准，就走去校门口，利用放学的时间摄影，不少女学生拢伫唔知影的情形下，互人翕到。为着要捍卫保护学生的权益，已经向警方报案。因为这届的展览是文化局补助，文化局嘛会甲补助全部退回来。记者综合报道。地方风上头做伙来看新德市南寮渔港的德丰鱼市，今年2月打启用，不过所有法案甲议员申请，讲这无够3坪空间，一个月租金就要3万块，而且这水钱嘛为一个月600块，即马变成是要3000块，实在伤过无合理。活跳跳的龙虾要上青的沙西米，这海产拢需要用水用电。今年2月才拄启用的新德南寮渔港德丰鱼市，摊商讲，若租金比过去加差不多3倍，连水电钱拢比较早贵真济。阮讲日子实在愈来愈歹过。电钱，迄有诶无加加，头家要6万。佮差足济就对啊。袂生活诶，爱改进啊。应该调整啊。啊。应该你要互咱渔民福利，你就爱小计小，让较低，大家不要有人参加。水费、电费看你的使用度啦。摊租是真的还蛮高的。摊商的摊位租金哦，1坪1个月高达1万元以上哦，甚至呢水费一度要25元哦，摊商苦不堪言哦，只能够选择哦把这样的成本哦转嫁给消费者，那造成呢民众不愿意去消费的恶性循环哦。根据了解，水电钱会较济原因是因为新的鱼市公用水电使用量大，目前鱼市是交由新的渔会维护管理，是否回应会甲渔会讨论，买请台电来协助。相关费率也都经渔会理事会审议通过，是否尊重渔会营运机制？台电公司亦正在办理电力容量提升的工程，是否将与渔会共同合作，逐步提升场域的品质及服务体验？摊商讲，这款的租金甲水电钱对因做小生意的人来讲，负担实在真吃力。希望新的市府甲渔会会当斗3工来想办法。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台湾即马上无有30万的家庭会请外籍移工来照顾时代，为着解决语言袂通的问题，成功大学的团队就研发全台湾头一个会当协助翻译的 App， 无论是华语、台语，还是客语，拢会当甲翻做印尼语或者是英语。外籍看护工用家己的母语系统，随患者台语甲时代小笑问，无论是华语、台语、客语，拢总会当互相翻译做印尼语和英语。这是成功大学团队研发全台首创的卡式德语建录沟通 App。面对超高龄社会真大的长照需求，全台有约30万的家庭请外籍看护，不过语言袂通是雇主前头听的问题，甚至造成照护危险。团队毋茫透过这来打破沟通障碍。It will enable the caregivers, Indonesian caregivers, to talk with the grandpas and or the grandmas. 爱有人照顾，请印尼的义工照顾伊8天，所以一开始一个讲台语，一个讲印尼语，会小拍小骂，所以真麻烦。所以我要想来解决这个问题。中文的部分就有很多现有软体，但台语就很少，所以台语到印尼语这是我们第一次。那很多的家庭都表示很需要。这唔单单是翻译尔，嘛整合8大面向的高龄建录平台，系统内底有丰富的专业照护资源，包括日常生活医卡、医疗书类，也有处理空嘴的引导等，行动无利便的时段，透过简单的语音指令，就互义工掌握照护的细节和需求。印尼的迄个我一个看护工哦，会当去学着咱的台语，同咱的客家话，当谈咱的迄款迄个时段来做一个沟通。所有的母语。所有的语言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是很容易被用到，甚至也很舒适的能够表达他自己内心的想法。那这个 App 主要有含机电连接，收录起来时基本上都会当随透过语音做翻译。因讲会继续收各种腔口入去资料库，团队按算6月会增加越南语的服务。这回科技的辅助，民间团体嘛对社会支持的站面来做起，协助义工建立连接。继续提升咱台湾高龄照护的服务品质。记者苏大南采访报道。
当年3月至7月是屏东四结果大出的时间。今年九如乡试种的新品种拿青，伫咧拍卖介绍1公斤350块，创纪录。也为着防止农产品着贼偷，在地警察暗时嘛去巡果子园，甚至是出动无人机来斗3工。 警察摕手电仔暗时到果子园巡逻，今有贼仔走来偷挽四结果，甚至阁出动无人机巡视。逐年3月至7月是屏东四结果大出的时间，尤其九如乡的新品种拿青，今年绩效袂歹。为着预防农民新黑白了工，李港分局就和产销班合作，甲农友做宣导，加强巡逻。价钱高当然迄个小偷伊就认讲有利可图的去偷挽啦。阮遮在地阮的分驻所，阮的迄个所长伊主动联络我，带我去，叫我带去园区看。农产品价值提升，也增加盗窃风险。为维护农民辛劳成果及防治农产品窃案发生，本所已针对重要果园区域、连外道路及偏僻产业道路，加强巡逻与守望勤务。特定的四结果，遮手柄较大粒的，就是九如农民种植的新品种拿青，用台龙1号产满天车套种出来的，比一般传统的品种较香嘛较甜。去年四结果伫北龙拍价，就开出1公斤200块的关价，今年阁创纪录，起价1公斤350，等于一粒差不多30块，绩效好，农民拢足欢喜。进入夏天，大家对有果汁的。有汁的水果特别喜爱。那百香果过去我们都略带有果酸，我们用糖测剂去测，已经到16.8到17度左右，所以已经快接近蔗糖的一个甜度了。农民表示，因为是头届试种成功，才会有这么好的绩效。目前只有种大约5公顷尔，而且拿青拢有通过无农药的检验，民众会当安心买，放心吃。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台湾的劳工即马工作满半年，会有3天的特休假，满1年就有7天。不过，若是换头路，就要自头算。有民团就抗议讲，这特休白年资无公平，亲像要照顾家庭的人负担恐惊就会增加，所以政府就要增加特休假，减少整体工时。母亲节特别到咯，有民团拜五开记者会指出，台湾劳工因为工时长，无假通休，造成一寡女性劳工就要为着照顾家庭离开工课场。根据劳动部的资料，台湾2024年总工时有2030点钟。对照国际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资料，台湾排第4名，遐悬。整体工时是一个偏长，然后工作时间不稳定，那被迫要放弃工作的人是谁？他就是会必须要去承担更多照顾责任的人。那这一群人，我们看到的往往在台湾就是女性。民团指出，离开职场的劳工，若是搁找新头路，特休假就要搁位头开始算，呼吁政府就要修法，提高法定上加特休假的天数。另外，嘛要下部会规划降低整体工时的办法，改善劳工时间不够用的困境。短期措施就是希望能够改革我们现在的特休假制度，把天数延长之外，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不要以年资作为主要的，就是休假的。天数的有可以被休假以及休假天数的唯一的依据。民团认为，长工时甲特休假是台湾长期以来规个制度的问题，政府应该想办法透过制度改善性别分工不平等、劳工时间不够用的问题。记者吴正阳、王志光台北报道。2024年4月初3，花莲大地震了后，有真侪栋大楼拢申请建筑物抗地震补强。上尾一栋联辉大楼，今仔日嘛举行动工典礼。不过有住户是希望讲，这整件维护工程嘛会当来同齐进行。不过到当时拢也未确定，无法度安心。第三海关大楼内进补强工程开始了，这家川溪边的联辉大楼今仔日也开始动工。考量政府为补助内进补强的工程，国家怎么也搁直咧申请的整件维护，一户家己按说560班。像我们这样子的话，你说1个月的薪资根本都再叫我们交出这笔钱，肯定是没有办法了。连生活的困难都已经困难了。我希望政府再加强。联辉大楼内进补强工程开始做，不过大楼外壁比较真严重，虽然另外申请都是经成整件维护，但是也无确定。住户希望内进补强甲整位工程会当做伙做，因住了较安心。
像这个地方，它这个样子，外墙受损的这么严重，如果没有做整围，要怎么住？没有办法住啊！行政程序是一个关卡，就希望中央能够把这个程序给加快。关府讲，即马花莲伫咧做内政补强，如果申请多次更新整建维护的大楼，总共有2栋，一栋是山海关大楼，一栋是联会大楼。不过多次更新整建维护的程序较复杂，所以无法度做定做。工程一起同步来进行，这样对社区、对民众来讲都是最好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现在也积极的在跟内政部国土署，看看能不能够加速简化这个都市更新、整建维护的这个审查作业的程序。联会大楼内政补强工程要做300工，总经费7600万。因若搁伫咧申请的多次更新维护工程，初步估计要6700万。关府讲，伫施工的这段期间，会用到2年的租屋补贴，希望帮助住户最近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伫咧初6起过，罗西亚前发生落雨战争了后，就无搁参加。不过今年重新加入，所以引起真济团体抗议，就连后边嘛表达不满，放条讲要停止赞助。伫芬兰是逃亡的抗议人士，初6是聚集伫威尼斯双年展的罗西亚馆外口大声喊口号。即讲罗西亚的艺术顶悬拢是乌克兰囡仔的花。罗西亚县政府甲团部动鸟啊，和乌克兰女权组织费曼的抗议成员，甲五彩的烟雾弹点倒。芬兰是代表反抗极权的女权力量，那些是代表声援乌克兰。不动鸟啊创团成员讲，罗西亚利用艺术来征服西方。威尼斯双年展绝对认同。Russian wages hybrid war. It's not just tanks and drones, murders and rapes in Ukraine, but also it is culture, art, language, so much soft power. 这届罗西亚馆今仔伫二展的3港展期对外来开放，馆内参观者伫音乐内面欣赏艺术，对这馆外紧张的气氛是形成强烈的对比。罗西亚对2022年俄罗战争以后是第一摆重返威尼斯双年展，引发外交风暴。这届评审团嘛因为拒绝颁奖，予受到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的罗西亚和以色列，伫4月30集体请辞。主办单位封闭地取消由专家评选金狮奖的传统惯例，第一摆改予参观者票选。俄罗战争了后，连续3年拢参展的乌克兰，今年是展出对战区抢救的欧抓落亚的雕像。参展的艺术家是肯定评审团表明立场的勇气。对争议以色列的艺术家是强调讲，双年展应该坚持包容对话和表达自由的精神。And I think it's no place to be discriminated in the art world, and not in life, especially not in art biennale. 这项争议嘛引发意大利政府和欧盟强烈不满，欧盟呛声讲要停止赞助200万欧元的经费。主办方这边是坚持讲，任何和意大利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拢有权来设馆。威尼斯双年展一直拢看作是现代艺术的指标。这个所因为地缘政治和战争的关系，和艺术殿堂变作意识形态对立的火药库。记者综合报道。做伙来关心天气消息，锋面当咧落南，这季度了后，北部甲东北部拢开始落雨，温度嘛会渐渐变低。另外，今年第5号风台哈吉比，按算后礼拜1左右就会划进菲律宾。虽然是袂直接影响咱台湾，不过就有专家提醒讲，这黄山雨的方面也是会受到风台影响，所以这整体雨势可能嘛是会变搁较大。天气开始落蒙蒙啊雨，过路人拢紧抓雨伞。北部早起天气乌阴落雨，对着方面慢慢啊南刷，中昼了后会搁较无稳定。气象署提醒北部、东部拢要注意会有较大的雨势。明天随着东北季风的影响，而且台湾附近的水汽人多，所以说在桃园以北东半部都是局部降雨的状况。中南部大致多云到晴为主，但是山区有一些午后的局部雷阵雨要稍微留意。东半部还是会有一些较大的雨势。拜六东北部甲东部天气较凉，水气多。礼拜起东北季风减弱，即时气温开始回升。下礼拜3会搁有黄山雨方面报道。专家指出，因为第5号风台哈吉比慢慢向菲律宾方面行，台湾附近嘛将会转做大家也要环境场。地思黄山雨的方面带来雨势可能会较大。降雨会变大，会随着台风靠近，台风本身也会带来一些水汽。那只不过这种局部降雨变大，会局限于在迎风面东北部东部地区。专家分析，黄山雨季节台湾附近出现风台，过去捌有突发季节的转变，黄山雨季可能会提早结束的讲法。不过目前推论，第5号风台离咱较远，而且接近菲律宾的时，快速减弱，推估黄山雨季会继续的几率较大。
记者综合报道。新闻的最后，做伙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为23度到27度，中部地区为25度到30度，南部的部分是为27度到34度，东部为25度到29度。外岛地区是18度到28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